6億精心打造免費入園。呢度被譽為南中國唯一皇家園林。以圓明園前身建築為藍本，精選40景中嘅18景，嚴格按照1:1比例復原，讓你1秒鐘感受昔日皇家氣派。成個園區分為3大景區。皇家建築群一入園，正大光明、九州青雁等殿堂氣勢恢宏，紅牆金畫、雕梁畫棟，盡顯帝王氣象。江南園林區8萬坪湖面波光漣現，仿如步入畫中仙境。品一杯香醇咖啡，望住湖心，蓬島瑤台。真係超到唔想走。西洋建築群海雁堂遠迎觀，大水法重現眼前。呢個12生肖仲係打卡熱點，隨手一拍都係大片，打卡位多到數唔晒。中意古風朋友，呢度絕對係你嘅天堂。呢個週末一齊朋友嚟珠海體驗一次穿越之旅。大家仲想喺邊度玩？評論區話我知啊。營業時間 tips， 大家記得 mark 住個圖。